你敢唔敢想象有一種人，佢花錢嘅方式唔係叫買嘢，而係叫重新定義世界。平時我哋買杯咖啡要考慮加唔加5蚊轉燕麥奶，但係呢位哥仔佢買一架飛機，買一間公司，甚至買一個夢想，落訂嘅速度比你係超市排隊找數仲要快。冇錯，我哋今日要睇嘅就係全世界最會使錢嘅男人馬斯克 Elon Musk。好多人成日話貧窮限制咗我哋嘅想象力，呢句說話喺其他人身上可能只係一句自嘲，但喺馬斯克身上呢句係100%嘅真理。你以為佢嘅財富只係一串數字？錯啦，佢花錢嘅手段誇張到連荷里活編劇都編唔出嚟。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睇下馬斯克呢位全球首富究竟係點樣用10個最離譜、最瘋狂嘅消費打破晒我哋對有錢呢2個字嘅認知。第一件要講嘅，亦都係最招牌嘅，就係佢嗰架無上限燒錢神器私人飛機 Gulfstream G650ER。你可能會話首富買私人飛機有乜咁稀奇？但你要明白，馬斯克呢架飛機唔係攞嚟飛去夏威夷度假，佢係攞嚟當飛行出租車咁搭。喺2018年嗰陣，數據顯示佢單係搭呢架飛機就飛咗超過15萬英里，算返落嚟，相等於環繞地球6圈。佢一年花喺飛機燃料、養機師、維修保養同埋航線申請嘅費用就高達幾百萬美金。最癲嘅係有一次，佢為咗去開一個幾十分鐘嘅會，直接飛咗一趟幾十分鐘嘅短途，油費同碳排放直接無視。對佢嚟講，時間先係最貴嘅奢侈品。只要能省返半個鐘，燒幾十萬美金，根本連眼都唔眨一下。呢種將頂級商務噴射機當成小巴咁搭嘅玩法，真係睇到人傻眼。第二個瘋狂消費，亦都係全宇宙最貴嘅玩具，就係佢喺2013年買落嘅 James Bond 電影同款潛水跑車 Lotus Esprit。呢架車喺1977年嘅007勇破海底城裏面出現過，電影入面可以一掣按落去就變身成潛艇。馬斯克細個睇完呢套戲之後，一直念念不忘，結果喺倫敦一個拍賣會上面直接掏出差唔多100萬美金，拍咗呢架根本唔可以喺路上行駛嘅電影道具車返屋企。更離譜嘅係，佢買返嚟之後，發現呢架車喺現實中根本變唔到潛艇，佢竟然覺得好失望，仲宣布要親自改造佢，裝個特斯拉嘅電動動力系統，睇下能唔能真係將佢做成水陸兩棲。你睇我哋普通人買模型係擺喺書架，佢買模型係花上8萬美金買一架1:1嘅電影原版，仲要動用頂級工程師去改裝。呢啲咪就係首富嘅硬核同心咯。講到第3個消費，就真係不得不提佢嘅地產大富翁遊戲。喺2012年到2019年呢7-8年間，馬斯克喺洛杉磯嘅豪宅區 Bel Air 一口氣買咗整7棟頂級豪宅，總共花咗接近1億美金。你以為佢係買嚟開 party 或者分俾唔同嘅女人住？完全唔係。佢買呢7棟屋嘅原因，其中一個竟然係因為佢想保護自己嘅隱私，唔想有鄰居偷窺佢，所以索性將屋企周圍嘅豪宅全部分批買晒落嚟，形成一個專屬於佢自己嘅安全防護圈。佢甚至仲買咗其中一棟極具歷史價值、曾經屬於老牌影星 Gene Wilder 嘅舊宅，只係因為佢覺得要保留呢度嘅文藝氣息。不過最抓馬嘅係，到了2020年，佢突發奇想喺社交網頁宣布，我將會賣掉所有世俗嘅房產，一套屋都唔留。結果佢真係陸續將呢幾億嘅豪宅清倉賣走，轉去租住一間價值5萬美金、組合屋一樣嘅小房子。呢種一筆高興就花幾億買成條街，再一筆高興就全賣掉，跑去住板房嘅行為，真係將財富自由玩到了極致。第4個瘋狂項目就係佢喺2018年做嘅宇宙級浪漫，將自己嘅第一代 Tesla Roadster 跑車裝上 SpaceX 嘅 Falcon Heavy 火箭，直接發射上外太空。呢個舉動簡直係打破咗人類廣告史嘅紀錄。要知道，當時發射一趟 Falcon Heavy 火箭嘅成本至少要9000萬美金以上，再加上嗰架價值幾十萬美金嘅紅跑車，同埋特製嘅航天員加人星際人，總成本過億美金。佢將這架車
送入咗圍繞太陽運轉嘅軌道。車上仲播放着 David Bowie 嘅經典名曲，屏幕上寫着 Don't Panic。呢場花費幾億港幣嘅營銷，唔單止係史上最貴嘅汽車廣告，仲係全宇宙最奢侈嘅個人浪漫主義展現。當我哋仲喺度計較緊泊車費每鐘幾多錢嘅時候，首富已經將自己隻車泊咗去宇宙深度空間。呢啲真係貧窮，限制咗我哋嘅想象力。第五個，我哋一定要講下佢喺2022年震驚全球嘅收購案，花費高達440億美金買下 Twitter， 亦即係依家嘅 X。440億美金係乜嘢概念？呢個數字夠買落好多小國家嘅全年國民生產總值。而馬斯克買下佢嘅理由，一開始竟然只係因為佢喺上面發文太爽，但又不滿意官方嘅審查機制同埋垃圾賬號問題。喺經過一連串嘅嘴炮同法庭拉鋸戰之後，佢直接開出咗一個無法拒絕嘅高價，將整個平台私有化。買落嚟之後，佢第一件事就係將總部嗰隻標誌性嘅藍料拆掉，換成佢最愛嘅 X 字樣，仲喺屋頂裝咗個超亮到鄰居投訴嘅巨型閃爍 X 燈箱。呢種你個平台唔合我心意，我就用幾百億美金買落嚟，隨便我點玩嘅霸氣，絕對係人類歷史上最昂貴嘅言論自由收購案。第六個瘋狂消費，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就係佢喺德克薩斯州博卡奇卡自己建咗一座城，因為 SpaceX 嘅基地喺嗰度，為了方便員工工作同埋打造佢嘅星際探索夢想，佢直接喺當地收購咗大量嘅土地同住宅，將一個原本寂寂無名嘅沿海小鎮強行改造成 Starbase 星艦基地城。佢花咗數以億計嘅美金喺呢度鋪路、建廠、搭發射台，甚至買落成個社區嘅房屋供工程師入住。如果遇到唔肯搬走嘅原居民，佢就開出比市價高出3-4倍嘅現金，價格硬生生砸到對方同意為止。喺呢度佢就像一個真實版嘅 SimCity 玩家，用無上限嘅資金喺地球表面直接地拆出一座專屬佢嘅航天科幻城。第七個離譜嘅消費，要數佢嗰些看似荒謬但卻花咗巨資開發嘅搞怪附屬品。例如喺2018年，佢旗下嘅 Boring Company 為了籌集資金，竟然推出咗一款名為 Not a Flamethrower 嘅實體噴火槍，每支賣500美金，限量2萬支。幾天之內全部售罄，直接回籠1000萬美金。你以為這只是簡單嘅周邊？為了讓呢些噴火槍能夠合法喺全球發貨，佢花咗大量嘅法律團隊費用同埋產品改裝成本去規避安全法規。仲有佢推出嘅龍蝦、紅短褲、龍舌蘭酒、Tesla、Tequila， 每一款奇怪產品嘅背後都係佢動用頂級供應鏈同設計團隊，花費數百萬美金去開發嘅結果。佢根本唔係喺度賣嘢，佢係喺度用天價嘅資本陪全人類玩一場無厘頭嘅黑色幽默。第八個消費係屬於佢嘅私人生活領域，對佢所有子女嘅安全同教育保障。馬斯克目前已經有10幾個小朋友，而佢喺呢啲小朋友身上花嘅錢簡直係天文數字。佢喺2014年嘅時候，因為覺得傳統嘅貴族學校太過落後，唔適合佢嘅仔女，佢竟然直接喺 SpaceX 總部裏面自己掏錢創辦咗一間叫 Ad Astra 嘅超級神秘私立學校。呢間學校唔單止唔收外面嘅學生，課程內容仲完全由佢同專家親自設計，專門教 AI、第一性原理同埋工程學，完全冇語言、體育或者傳統人文學科嘅束縛。為咗幾個仔女嘅教育，索性自己開一間頂級學校，配備最尖端嘅教學設施同薪酬最高嘅私人教師。呢種教育投資，一般富豪睇到都要甘拜下風。第9個瘋狂之處就係佢嗰個私人保鏢隊伍同防衛系統。隨着佢嘅身價暴漲，加上性格經常喺網上開火，馬斯克面臨嘅安全威脅高達最高級別。據內部爆料，佢現在一年花喺個人同家人安保上面嘅費用就高達數千萬美金。佢去到邊度，身邊都有一個由前特種兵、情報人員組成嘅龐大保鏢團隊同佢同行，行動規格堪比國家元首。佢甚至喺自己嘅私人住所同辦公地點配備咗最頂級嘅反監控、防彈設施，
甚至連佢嘅出行路線都有多重偽裝同實時監控。呢啲隨身攜帶嘅移動城堡式安保，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燒着普通人一輩子都賺唔到嘅錢。最後第10個，亦都係最能體現佢貧窮限制想象嘅終極消費。佢將自己絕大部分嘅淨資產全部投注咗喺一個看似不可能實現嘅目標上面——火星移民計劃。馬斯克不止一次喺公開場合講過，佢累積財富嘅唯一目的就係為了將人類變成跨行星物種。佢將自己喺 PayPal、Tesla 賺到嘅幾十億、幾百億美金，源源不絕地砸進 SpaceX 嘅星艦研發裏面。每一次星艦嘅爆炸，幾億美金就喺幾秒鐘之內化為灰燼，變成空中嘅煙花。但他連眼都不眨一下，第二天繼續塗錢，再建下一手。對佢嚟講，地球上嘅豪宅、名牌、名畫都只係過眼雲煙。佢真正要買嘅係一張通往火星嘅船票。呢種將整個人類文明嘅未來當成個人消費項目去投資嘅手筆，已經超越咗一般意義上嘅豪爽。這根本係一種近乎狂熱嘅資本豪賭。睇完馬斯克呢10個瘋狂消費，你就會發現真正的首富，佢哋嘅消費觀念同我哋完全喺兩個唔同嘅維度。我哋喺度思考緊買車、買樓點樣保值，而佢喺度思考緊點樣買落世界，點樣用幾百億去改造一個平台，甚至點樣花光所有財產去征服宇宙。或者呢啲極致嘅揮霍，正正係推動佢不斷去創造奇蹟嘅動力來源。貧窮真係限制咗我哋嘅想象力，但馬斯克嘅瘋狂卻一次又一次重新整理咗人類對可能性嘅認知。